来继续来看华航第一架新引进的波音777的货机，伫个标注着货机的英文字，其中 C 这字英文的字母有藏一个台湾地图，但是迄个地图实在是太细了。民进党的立委甲议员就开记者会，讲这款的设计真歹，互人一眼就看出来讲，这是来自台湾的无人机，因爱华航靠自信的勇敢甲台湾展出来。 昂首阔步，昂首阔步，秀出台湾。大声喊口号，立委议员爱华航硬起来。你们有自信一点好吗？你们勇敢一点好吗？讲出台湾这么困难吗？连台湾人都找不到我们的台湾在哪里的时候，你更何况是外国人？ 原来就是因为立法院伫咧今年7月通过华航正名案，要求伫咧飞龙机顶爱设计出显目的台湾。不过华航的头一台超音波777货机，飞龙机顶的英文字有台湾的图，也毋过毋是台人拢看得出，迄就是台湾。机身上能够做到2件事情：第一个，足以区别辨识与中国的航空公司；第二个。 更好的话，可以代表让人家清楚的代表，这是一家来自于2360万人国家的航空公司。要求华航定案进前考虑民众的想法，华航是讲，因会接受每一个人的意见，嘛多谢各界指教。